time now. The time for you and me to come back to school. 偶尔会趁着大课间来初中部找好友的紫堂焕，有时也会碰到卡米尔。三人聚在一起，聊到了他们共同的身份——弟弟。我的兄长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，他总是会鼓励、安慰我继续努力。可惜，兄长现在不在我身边，好羡慕你们的哥哥姐姐都在身边啊！哥哥姐姐每天都在身边，有什么好的？我跟你说啊，我的老姐整天拉着我去找什么白马王子，有什么倒霉事都先推我过去，有什么好事都自个儿吞了，我一点自由也没有。听起来你们的感情好像还不错呢。说起来，卡米尔，你和你哥哥的关系怎么样啊？他们在聊什么呢？你大哥看起来好像很吓人哎，平时相处起来会不会压力很大？说起来我也很好奇，卡米尔，你大哥私下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呀？哦，是这个话题。不知道这小子背后会不会说我什么坏话，让我准备好来抓他的把柄。我大哥英才绝伦，国士无双，在家族里最为尊贵。哼哼，想不到卡米尔这家伙，平时怪看不惯他的，私下他人还不错嘛。虽然大哥看起来很严厉，但他的品行就像一盏明灯，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。哎呀，虽然不是我班里的学生，但身为师者，这都是应该做的嘛。原来我在学生中形象这么伟大吗？我从小就下定决心要一直追随大哥。怪不好意思的，我这该死的魅力。哇，我有点惊讶，卡米尔，你原来和你大哥关系这么好。一直这样偷听表弟的对话也不太好，下次见到卡米尔，还是对他语气好点吧。哎，你说的和我想的真的是一个人吗？哎，对了，你说的到底是哪个大哥啊？是高董波2年 C 班的雷师，还是那个班的班主任？我只有雷师大哥一个大哥，另外一个家伙我不认识。给那小子挑个生日蛋糕吧。要不要署名呢？就写你敬重的大哥，怎么样？啊，真是个好主意。这是 So it is the time now, the time for you and me to come back to school.